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基本嘅福气类类嘅节目。今日大家咧小解嘛解咧，哇，小解咋？大家可能第唔过台步嘅人，可能唔知嘅你讲吃大而啲係乜嘅東西咧？哦，佢而家當你去嘅手工藝哦，非常嘅有意思。特別繞牆道嚟裏邊係來自花蓮鳳林嘅一個欣賞，你大家咧分享佢係呢個王玉榮呢個師傅小姐分享。大家好，我係王玉榮，我係花蓮鳳林前人嘅。基本當歡喜來了為介紹安尼客家人嘅食台嘅。分享欣賞哈，欣賞係來自花蓮什麼哈？其實哈，大家可能唔知，你上一排繞牆欣賞來同人朋友來聊人嘅時間，基本你嘟好嘟到體痛，什麼？結果欣賞其實東西都準備好咧，去到花蓮嘅火車站嘅時間，才發現講啊，其實交通是就是停止嘞，是冇行，所以基本你是冇來什麼。係，有條嘅差咗電人種。你都該電人種哦。係，人講總得踩摩通。查摩通吼，咁嗰時係假係而家推翻自9年之過後，其實而家非常大嘅體統，尤其到花蓮，其實也帶來一道嘅傷害。咁個台底係講大家做啲平安是以前當感恩嘅事情咧，吼，所以到底特別心目欣賞基本嘅定研究，然後過後基本又當來吼，不過就是可以。我覺得真的是一件很拭目欣賞的事情啦，哈！咁講到嚟咧，哇！你講花蓮鳳林，所以欣賞給你帶來嘅動到嘅這個手工藝品，哈！你大概看到，我們今天一看到，所以會有一點覺得蠻新奇的。怎麼這麼說呢？因為一般你講到織帶的時候，你現場就會看到動到欣賞嘅作品，我們第一個感覺就會說，這看起來很像是黏土敏感東西。黑摸你提着感覺是不是知道？這是不是很黏稠敏感又愛用個圖騰？你客家都叫好摸，就係講好摸款都窮。你講織帶這樣的東西，所以欣賞其實織帶也是黏稠敏又婷婷，對不對？錯，我哋讀學家係嘛，話到只係原住民有倆，部妹都係大家所做啊，都想講，你客家人其實當做以前都他們。當為編織類的東西啊，拆蓬紗衫啊，還有手很巧，手動巧，錯。我想講，你拆你第一間摸，部妹都去簽，都好簽到嘅廟裏有一個陳達明老師，佢有一些收藏品，佢當部有個客家古服啊，就發現講，你客家。其實沒有織布的文化，該當背動到該都係有客家圖文的該帶嘅，記得他們練的衫當背樣咧。所以意思就是說，意思是講，你做衫沒事，因為特別他剛剛做嘅衫服其實比較質樸，就比較簡單哈。比如講南部人大白會都係要分享嘅藍衫呐，所以線上意思講，在那些比較質樸的衣服，其實還是有一些編織的這種圖騰走在表面上當夠。看起來比較活潑，這樣子也比較漂亮。係啊，狗眼狗接比較有喜氣的感覺。你看咯，比如講我手頭是有一張禮拜係線上特別帶了一個這個織布的圖騰。你看這個顏色，有張色就非常的，我們說很亮眼，因為它叫黃色。然後當天可以看到很多像菱形的這樣的圖騰。老師，這個圖騰我們可以說係講係客家的圖騰嗎？像這樣圖騰，你係客家什麼拆出來嘅？故說唔過個色係我自家部妹，挑個咪係他們下搶色拍色，讓佢打添。我哋都稍微種下亮啲咧啦。所以像這些對性上來講，就是比較像是客家站的圖騰。比如它是安尼客家代表，比較像客家代表你那個，是不是 ？OK。像你都下典型的客家圖文。因為你係。啲個狗眼狗接的大金山地圖發現的，然後你都代表雙喜嘛，錯，你牡丹，那雙喜，蠻狗眼不是雙喜臨門啊，對，然後牡丹代表富貴啊，是，還有南回倆，比如倆，你係啲信用衫當背，信用衫哦，係青島的圖。都係幾倆，你看咪係
双喜一片，一半的喜。对对，然后俩如意，俩美黑牡丹花。OK， 所以是牡丹成花对、如意，然后喜字的喜的一半，对不对？对，在信用上当条青豆哎。嘿嘿，俩系信用上的。哦 OK，啊，就讲袂突然拍摄啦，呛色人那天。哦，所以那时候，可是刚才信用上不是都是红色吗？对，所以佢常常係打拍攝啦個搶色。哦，對你來講，你啟動演出名，然後客家嘅按樣嘅圖騰到發文，最大嘅冇強龍係乜嘅？其實喺家下測測然後，幫妹妹發現講，真幾有冇強龍，因為原住民嘅台灣他們用線條啊、都係幾何圖形去組織該記到的意象圖。是。按你客家人嘅圖大部分。當我用該大自然下寫實，如那個講寫實好咧，都雕的啦、畫到實物下相像的圖，唔係講你看到該類似幾何圖形而已，猜要懂得它代表的意義，你才猜得出它的圖代表什麼。就是我們的一款是啲哦，你係畫，一款是你係雕啊，一款是你係寫實。哦。一般來講啊，像這樣織帶，線上你走一條，這是你完全手工，你完全沒有用機器，完全冇用機器，就是你，那你這樣子做一條要多久時間？像嗰啲，因為跳個技術還冇按純手，我家下切改良嘢。這樣子要1個多月。對，因為一天要多久？已經9個時間。我暗晡跳要上些2-3點鐘啊，白天就喊度切啊。因為佢個最主要係挑選精力線甲下很難啦，真緊線精力好，切甲下都合格咧。精力線嘅意思就是說，你必須要先想好你要的圖案是什麼，對不對？對，然後配色。看到誒，你也要給線先擺好，然後線精力起來，然後再開始動作，所以要1個月的時間哦。而且這個要眼力很好誒，對不對？我主動吼，像我哋還有些老花眼，我就覺得它不能太近。因為比較好染掉，我想用版圖也要欣賞來好寫恰似，所以其實這是眼力要很好哎。對，在挑這個圖文的時候，你要突然係挑出來，唔係講安尼平平，因為安尼切帶嘅突然係靠該經緯線嘛，讓做得走上一條布啊，所以佢倆圖突然係。你會繞個線，然後呢，都選出來啦，然後選出來，然後就得形成一張圖文啦。是，好難哦。而且呢，線家都當做唔住。所以你現從看到嘅作品都是欣賞了解帶樂的，因為欣賞運動到嘅作品其實是在夯景染感的這藝廊展出，對不對？對，現在藝廊。對，所以很不好意思。不會，不會。所以現在去到行政院的那個藝廊，還可以看到很多欣賞的作品在那邊嗎？有，我明天早上10點半要過去。哎，那你今天就住在台北就好了啊，對嗎？對，我今天就住到我女兒家去，順便看我外孫這樣。啊，好幸福哦！所以今天來錄影也是剛剛好啊，洗一件嘟嘟吼，對不對？又可以看到家人，然後又住在台北，然後明天又剛好去行政院藝廊那邊順便工作一下，這樣子。所以現在，那我們那是隨時都可以去看的展覽嗎？它是需要通報登記，就是說我去的話是通報啦，可是它目前是沒有開放一般民眾，可能就是要申請。哦，OK，很可惜，我本來我們客家鄉親有很多想過去看。對，哦，我以為是只可以預約，就得先入去咯，而改片看呢，不行。認同從機關單位可能可以。OK，所以老師，你明天去是因為你要持續在那邊有後續更多的展覽，可以嗎？沒有去看一下展品，本來他們擺設的時候就是有問我意見啦，擺好拍的時候，結果我發現那個擺設，因為有時候我們就是你角度不對，可能因為它那個櫥窗是透明的玻璃櫥窗，可能就會看不到事實上客家圖文的真正的樣貌。哦，所以就是這樣，稍微給他們一點意見。是，因為其實我必須要承認，就是黑公信上摸吼吼的少感慨和解析不知道什麼是我們客家的圖騰。不過說實在，最明顯的大概就是那個喜字。
对，像这边也有一个嘛，那个看起来就是非常这个橘色的那一个，那上面的喜字就非常的清楚，对不对？非常的明显。那个是就是希望早生贵子的。哦，真的吗？双薪，香港人他们叫男仔，就男生啊，男仔嘛，你刚是说男生子化，应该是橄榄的榄那个榄的，然后后来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我稍微给他就是把它2个心集在一起，我是希望说就是夫妻同心。哦 ，OK， 所以这是你开创的，算是你发明的。对，那所以说现在如果有人想要祝福他早生贵子，你是走在上半机，不要跳恰死，系吗？嘿，哇，好讲，乡亲朋友，你现场还有东某看来作品，然后某看来故事，哈，你大家先聊下，啉下茶，等下好等好好了，现场来打嘴鼓。东方伊就在绕墙落去发连风，你爱网友拢现场在做节目地图了，大家落去扫解，大家普通是唔系按了解，你讲恰丝，你翻译讲织带，对不对？好，你上台节目有讲到织带，其实大家就会想到，该嘛个东西，因为你客家人也有用，讲到当头个土的时节，大家是会想到，你客家人讲有安用个土，下面演出名好多，所以线上今年是特别来到节目地图，让大家来少改上聊天时，也是一个线上讲哇，这是可以。总不陪下来走，比如结婚改时节说是什么心心相印是吗？对啊，心心相印，早生贵子。所以这是2颗心的心心相印的一个图腾，对不对？我好像有发现这里有1颗心，然后这里有1颗心，然后2颗心结合在一起，就是这个心心相印，对不对？所以蛮好的耶。如果说结婚改时节走的秀斗信上安用感立也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他可能也要花老师1个月的一张也改西给后来走，这就是一个心意哈。不过讲到俩哈，其实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大家是会起头讲哇，原来哈嘎也有这样的图腾。那这样的图腾不信上咋个做织布的改良狗黑类是会起头讲哇，其实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展现。那田中玉他作品有提别到大家的少改，就是这件毛衣。你要捧你讲捧线捧煞上嘛，什么？这个很好看呢。可台家口令弟哦，其实这件衣服谁买的？女儿买的，所以女儿买这件衣服是要送不你哎。结果用钱朋友你弟毛，老师发现这里跟这里是有洞，就有蓝孔，可是两张蓝孔呢？是人家特别设计、特别想给，那是一个巧思。对，结果你把洞洞给补起来，是吗？因为我女儿说让我时髦一点，我走1-2班，其实才冇关系的。所以这个蓝控改又蓝控改捧上啊，线上穿起来不习惯，对不对？那是时尚一种时髦，所以你把它变得更时髦，让它变得很好。西莫，所以你尬了2条自己的织带。哇，那你加了之后，女儿的看法是什么？都感觉很活泼，更加活泼，贵张烟亮起来的。是，唐龙它的背后也是不是？对，因为它背后也很多洞，它有好几个洞，非常多，后面的洞很大。对。OK， 其实女儿今天每天拍信上来录影，好，等一下应该问一下女儿，就是妈妈把这个洞补起了，应该感觉会吗？好，这个是另外一个作品哈。不过讲到俩，说老师你从事这样的一个恰斯几多年呢？应该是108年人开始，等于107年代，107年，有年代，107年，现在103呢？你是说20？你还113啊，113啊，113、107啊，103、108。对不起，5年改时间，为什么会接触这个？都107年代甲下底该傻库，还有上课该等于一个老人照护的据点啦。都是该为都甲下系切个原住民织布的那个，就切啊，
保姆108年的暑假假哈，对，教育部文化他们有一个文化，就是要传承客家支代的一个那个专案，都有开课啊，3周礼拜哦，3周礼拜是拜六礼拜去上课啊呢，我都报名啊，结果都多好，迄个吃的东西哎，从小就很喜欢吃东西，保姆都喜好啊，真紧啊！你客家支代的图文吼，绕该原住民插动到，原住民，不过安尼客家支代应该就厉害，福祉上爱都上讲，要截取那个原住民的优点，他们是色调比较亮，色调的搭配都比较活泼这样，所以慢慢的让脱离那个纯粹蓝白的那种搭配，爱厉害，吃的该大家都尽量都去配色，看有啥些抢嘛个一个上的，像爱厉害最想要的就是织笑脸图哦，因为我们客家人他们生发下呛苦啊，动像伫毛背本应感觉我们客家人那个面相都比较严肃这样。比较严肃，对不对？因为对比较严谨的表情，所以想要做小面改凸，错，看起来都不用看到都当饭一样的凸啦。那目前还想到先往笑脸这个部分去研发的。所以其实因为线上有讲嘛，就是特别我们在讲染布的时候，一般会讲到蓝染，什么哈，那就是一个天然的植物染。所以其实底下台家看到线上还有一条线一条线，一到俩的变异了耶。如果它条线其实本身就是有颜色，所以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要先把这个线最可惜的时间，系你那线给 set 到去加以染它，对吗？用植物，像爱系学植物染哦，不过厉害。因为这个3年这个推量吼，还是想讲目前的最急迫的目标啦，都会让大家先知道有客家支代这个东西。客家其实有织布的文化，并不是没有。像我在去搜寻这些资料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客家织布的文化有超过200-300年呢，不会说比原住民文化慢，只是说。早期可能是因为客家的生活圈跟原住民生活圈其实很接近，而且有些地方可能都已经互相交叠了。像在花莲就是花莲慈黑虫猫，对，原住民山上，然后客家人就在山下这样，对，然后所以其实，在生活习性啊一些记忆上吼，其实都有互相交流。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一开始学，就像前面讲的，也是在想说原住民的这个，我们客家人怎么可能会没有？所以才会去找到。事实上就是有这样。所以可惜你刚还有讲到，因为你讲那条恰丝改是接从染线，所以老师嫌从要带到很多的线过来，从吗？那这些线是因为它本来就有颜色，可最开始的时候连这个线的颜色，你那线改 set 都会去加以染的，黑猫。草绒该棉线。老师，你有染线过吗？有。哦。我是只有，那时候我们是染啊，然后学那个染布的时候，我们是做那个布袋，对，那时候就不是用线我只有染部分，然后那个花布啊，就是把一块白布，然后染色染成花布袋，是花布袋。其实我今天有一个袋子，就是之前我们学染布的时候，是，所以老师，那现在这些线当然都是我们购买的。老师，这些线其实有些是棉线，有些不是棉线，有的很棉线，有的很什么？对。那有什么区别吗？因为像那个滑线的部分，就是不是棉线的部分哈。我们如果穿的衣服尽量用棉线呐，比较舒服。然后那滑线的部分，就是因为我们织带可以织成那个花带啊，然后装饰帽子，或者是在人家那个庆典灯笼上挂那个吊饰，是，那个就可以用那个滑带去做，滑线去做，因为它比较亮，
对不对？有点好像闪光闪光的那种感觉。对，看起来也比较有喜气的感觉。OK。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啦，就是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就是我看现场度也看线上嘅作品嘅时间，我是袂祈祷像係你读推班嘅苗栗万里改片院里那边，他们又动到改令草，就是令草的令草帽。对不对？又动到爱用改模，你走节目地图来又少改沟通，苗栗万里改片又动到令草帽，那令草帽其实就係苗栗改片又动到改阿坡，因为改用是令草是一个经济作物，然后改用是一个经济作物，佢都走一段时间，其实带动了整个苗栗改经济。那当然现在没有了，那当然这个记忆也是很迫切的需要被传承。好，那我自己是觉得，像安永改令草帽，如果说它上面那个围一圈有没有？好，围一圈，然后又动到。你是用一个单色的缎带然后给围起来，那个刚刚很像线上走的两种的东西，我觉得好适合跟那个令草帽做结合。像声音呢，吼，每做得溶解眼镜带，有这个是眼镜带，对，这个这个是因为线上这个等于是说用棉线以走在带的本台架，就是像是手工艺品店，你看这个是一个种木匠给推的，那它这是一个绳子。对不对？好，那就是感觉上在生活上面，圣白地图它是一种很便利的作用。可是我刚刚的感觉是，如果它要变成你的圣白地图的一种装饰品，因为线上刚才有讲到，就按用个卡斯特白卡都该上浮当够，对它当成一个好像比较活泼的一个点缀。那我是觉得说，像这一条也是，因为这条它比较窄，然后它颜色也非常的漂亮。对不对？你看它其实是一个米色作为底，然后又紫色浪蒙色的。那台架上可能还讲你戴到该种个令草帽，然后你在令草帽那边要围一圈，对不对？这个色调很配。哇，这个就非常适合在令草帽，就像草帽这样围一圈。所以现在我觉得你应该要跟他们结合而且你几个老记得结合。所以航白你昨天看到哇，一当毛地图有两只客家嘅非常重要嘅穿心土地图，一只是令草帽的传承，然后一个是这个我们说你种衣做的青岛你客家嘅你讲客家七家嘅你讲恰丝嘅手工艺，都该当过还可以看到这个手工艺的图腾，就这样决定了你等下留或是大天发。大天发昨天做结合吗？用几秒我发现动都圣奇嘅故事吼，大家是立马查聊下，咱咧说服一下线上讲，这个可以绕该某个结合，等下咱咧讲。今天大家来少介客家嘅车台儿，线上这个走起这个车台是用在哪里呀？走起都台湾练到上面，是不是也可以绑在腰上？比较少，然后可是北美都有香港什么的都还有伫腰上那模的。OK， 不过讲到俩吼，你少改的按到俩车台，我们线上一下，就是老师你为什么会？因为刚才线上又讲到他从小就非常从谁是动好走安用改东西，你讲怎么会特别选这车台咧？因为细个下都特别公园签我妈妈又上班嘛，突然因为个下先发又冇按好都突然公园签佢就开始。人爱着学细量的该红纱衫嘛，都擦脱咯，该线，突然擦脱来细又浆过这样晒干，等到公园签个下，因为上班没时间，突然公园前2日开始放假个下吼，都按不跳怎么办？特别妈妈喊伫个摸喊做年糕做嘛该你着做体以后还蛮什么，都。去看机，都伫个吃红纱衫，特别等到好浪漫哦，好浪漫哦，等到除夕假吼，佢都会按不跳，佢都会爱让妹妹，因为假下爱让妹妹学细，其他的他们学大咧，都一晒一晾衫，平定爱着面窗跳红呢，讲除夕假下都让爱着玩，做该红纱衫。贵只系新的呢，整件都新的。对啊，贵量都新哎。对啊，老师我理解一下，给到一件
捧煞上拆掉，然后就有那个毛线，黑面盖意思，对，只有该线，它是重新用该它线给织过一个性感，对，它洗过、浆过，那个造型会不一样吗？不一样，因为只有颜色一样。狗烟加下亮度为他们够亮头诶，高领，哇，好浪漫的故事。所以喺度看见那喺度想讲，韩班阿妹有自家来吃衫嘛，所以从小去吃东西怎么喺度当好天地，所以有可能呢。老师，妈妈织这样的毛衣布衣，她织了几年？我印象中，从我懂事开始，一直到国小毕业都还有。那些衣服你后来都还有留着吗？还是以前有留，可是每到过年过节就不见，就是它比较小的，它就拆掉，然后我觉得重新弄新的。妈妈真的很了不起耶！为什么不去买新的线？因为以前比较苦。对，那时候还有配吉米什么，然后买块肉是为了过年给我们小孩子补的。还曾经我爸爸，因为我爸爸算是常常会去帮助左右邻居，他看到比我们还苦的，他会把妈妈买那块省吃俭用买下来的一块肉，他就送给邻居这样啊，就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去买什么新衣服。我妈妈也会裁缝。我们小时候的衣服也都是他自己裁缝做给我们这样，所以我念书的时候，我常常跟妈妈说，我只要穿制服就好，不要买什么新衣服啊。不过每一年都还是有一件，当年还是有一辆性感捧煞上，那个线不知道用过多少次，先洗过，再浆过，然后再搞是，对，好浪漫的故事，好感人的故事，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好。虽然说过去感烟头某种俩好动性苦，因为俩感应也有那种为时尚，非常便宜改上，非常改多。可是我觉得那个温度跟那个感情完全不一样。回到以前，虽然好辛苦，可是每一年过年就变得格外的有意义，对不对？你好像可以拥有，很开心，很开心。我爱非常，爱谢谢，世界过年真的会有穿新衣戴新帽的感觉。对，现在过年没有穿新衣戴新帽这个气氛。因为你随时都在买新衣，对，头白真的会哈。你看这个就是头白，按你讲农业沙肥改，它种地图为有安用。不过今天哇，我特别谈到一家非常浪漫的故事，我刚刚听了好感动，所以才会问老师说哇，毛衣都还有没有留着？但如果每一年又重新裁掉，再重新织，每一次都是新的，哇，真的太棒了！我觉得这也是妈妈的记忆跟妈妈在黄老师身上的这个温度跟付出，所以才有现在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感的延续啦，对我来说，我听老师讲完这个故事之后，特别的摸到这个织带情感特别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也很棒。不过我相信这个初学来说也很困难，对不对？困难很多，对，所以目前我比较希望推的就是用传统的手作，就这里看到很传，这真的就是传统的，不是机器。对，因为不需要说都花几千块钱去买那个机器，不需要。所以其实机器织当然速度很快，不过我想老师想要保留的是一种技艺的传承，所以你也可以用机器织，你要走的一种机器，不讲你跳每种机器。对不对？那其实去了下欣赏，等于是说，去按用个技术，其实到生发地图个物品做到动作个结合，比如讲两捧线上捧煞上，捧煞上，两捧煞上呢，应该是系结合。我手头还有一只老先生又来讲起了只黑龙寸改线走，这就是一个小袋袋，对吗？小背带，你看这颜色多么的好看。还有走里衬哦，走在打开来地图里衬，所以一些。小东西都可以放，不会带它来。老师好可爱，老师你看，有里衬哦，有没有？有没有这里？哇，这个里衬还很高级，反光的，对，好，所以就是放起来是真的很好用，对不对？而且老师这个背在身上，还昨天不用手机，对手机哦，对，你自己台家也 on 拉洗也是些，或是去提供带推杯逛西门町的时候可以稍微。还有什么悠游卡，像悠游卡台北地区的，是不是？这样8年，你看还可以
放悠游卡。老师，我觉得这好可爱哦，好像蛮搭我今天的衣服的哈。好，这个先借我背一下，这个就是袋子，对不对？好，然后其实也是希望这个记忆可以延续。那老师，你未来有什么新的尝试吗？会想要新的尝试吗？对，我现在就是尽量想办法，就如果不用地织机，因为我的腰不好，所以地织机不适合。我眼睛不好，还没出口。对，然后想办法就是在不用地织机的情况下，把它越织越宽，就不用说每次用小条带子去结合起来，更宽一点点，嘿吗？对，哦，就把它织布。真的，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比较窄。好细挑，所以希望昨天走得好快，安永英，对不对？对，用途都跟在多啊。所以线上俺问一下，像你行呢度发展嘅风景，你改平就动开始做两件事情吗？动都蛮系上1-2堂课之后搞啊，因为仅仅走2下干苦啊，这真的是走行期啦，然后走行期走春训，所以你们有凤林团队吗？凤林团队。目前我们比较固定的有大概5-6个这样，比较常在织的这样。不过仅仅客家图腾，因为客家图腾比原住民图腾还好吃，不好吃，因为它不是只是几何图形而已嘛。对，切丝啊，切发啊，切雕啊，对，什么哈，所以还小伫该走客家图文的。OK。好哦，最尾节目家2-3分钟哈，你来上你复习节目家你对于这单元都又会讲，所以线上你应该知道有这个单元嘛，对不对？问题当简单，所以你是线上没用该面向，老师问一下，喜欢做这件事情的你，除了织带字外，你还有没有另外想要学的技艺？我之前一直想学木工，然后在今年有完成，初学，好棒哦！所以老师很喜欢手的东西。老师，你有没有走班吗？班不够走么吼？你看多好我妈妈的记忆没学到，多可爱，都喜欢用手去做。对，结果线上走的是恰带了木工，你以为走班吗？还好，没有，不是，这不是好坏对错，就是你看，这就是人的喜好跟兴趣，好可爱，好动等一下。好，线上这个你一定知道，因为线上也发连凤林营，你可不可以推荐一个我们如果去到那边的在地美食？在地美食啊，凤林吗？不一定要观光客知道的，就是你介绍就可以了。你老台大搞，你觉得你推荐我们可以吃的？我还是蛮喜欢该芳草古树的，那叫烤鸡还是熏鸡啊？好，所以所以你烤，一般说到花莲，我们一定想到一定有米嘛，对不对？你看线上说烤鸡。盖了，你看，而且不是黄澄澄的油鸡哦，你该种的白斩鸡哦，是烤鸡是吗？而且，那个凤林美该土鸡很香，真的，花莲地区的土鸡，凤林的特别香。台港地哦，线上今天有挂报警哦，凤林的土鸡哦，一般来说我们都嘛说，你苗栗的土鸡哦，当然你哈种的土鸡，因为线上讲你凤林的土鸡哦，太棒了，好，再找个一改，OK，这个做法联姻係講拄到體痛體嘅事情嘅做乜解？我跳過他們錯啲該看狀況唔會少，只係4月3號，禮拜4月3號沒辦法移動，可是等到晚上的時候再震，我們真的就是離開屋子了。這一次因為我家從來沒有摔壞東西這一次摔破了果汁機，我好喜歡那個大桶的純玻璃的果汁機，玻璃的古董機啊，古董。好，基本東方魚先生對到你一片，然後大家咧小解，你希望做對創新嘅切實，然後自帶這種感謝欣賞。杜李阿輝祝福老師，也祝福花蓮哈，祝福台灣，祝福你。大感恩，雖然有體痛，不過大家做到這平安空間，好嗎？好，感謝欣賞，好啊，福氣來了，福氣來了，冇錯。好，聽聽下咧，就請你所有嘅朋友共下來做人堂了。好，看福氣來咧節目嘅鄉親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面書咧傾站哦，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兩句影片分享出去哦。